咁多位老友記，仲有各位屋企有長者嘅朋友，你哋一定要留意啦。今日係2026年3月29號，但係我一定要趕住喺呢個時間同大家預告一個極之緊要嘅日子，就係2026年4月3號。點解呢一日咁特別？因為由呢一日開始，全香港嘅交通津貼同埋長者優惠將會進入一個全新嘅階段。除咗我哋平時用開嗰個2蚊搭車之外，仲加碼推出一個叫2折優惠嘅限時驚喜。呢件事真係非同小可。如果你唔知點樣用，分分鐘蝕咗底都唔知。所以今日我會由頭到尾好詳細咁同大家拆解呢個2026年4月3號嘅大消息，仲會教埋大家點樣喺各區救到最慳錢嘅路線。無論你係6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，定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、傷殘津貼或者綜援嘅朋友，今日呢份攻略你一定要聽完。首先，我哋講下呢個2026年4月3號究竟發生咩事。大家知啦，自從2024年開始，政府已經將2蚊乘車優惠全面轉晒用樂悠卡，而嚟到2026年，為咗鼓勵長者多啲出入社區，政府聯同各大交通營辦商，包括港鐵、九巴、城巴、龍運，甚至係大嶼山巴士同埋一部分嘅小巴線，決定喺4月3號呢個禮拜五開始推行一個為期1個月嘅2蚊加2折雙重特惠。呢個概念係點樣呢？簡單嚟講，平時你用樂悠卡，無論車費原價係幾多，你都係俾2蚊。但係由2026年4月3號開始，如果你去一啲指定嘅社區中心或者長者中心拍一拍卡，你嗰日嘅交通費唔單止係2蚊，直頭係會喺你嘅樂悠卡入面退返2折嘅現金回贈，變相係2蚊再打2折，即係你嗰程車實際只係出咗4毫子。你冇聽錯，真係4毫子就搭到一程去屯門或者去中環嘅長途大巴。呢個消息對於我哋一班60歲、61歲、62歲、63歲、64歲以至65歲以上嘅老友記嚟講，簡直係天大嘅喜訊。特別係好多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長生津嘅朋友，平時生活開支都要計到盡。如果交通費可以再慳一大截，咁就可以留返多啲錢去飲茶、食件點心。仲有呀，如果你係領取緊高齡津貼，即係生果金嘅70歲以上長者，又或者係傷殘津貼領取者，甚至係領取緊綜援入面傷殘類別嘅朋友，呢個4月3號嘅優惠，你哋全部都有份。咁大家一定會問，呢個2蚊2折到底點樣操作呢？係咪直接上車拍卡就得？其實唔係咁簡單。由2026年4月3號朝早6點鐘開始，大家要去返各區指定嘅慳錢驛站。呢啲驛站多數設喺地鐵站附近嘅商場，或者係屋邨嘅辦事處。你只要攞住你張樂悠卡，或者你張印有相片嘅八達通，去嗰部綠色嘅機器上面拍一拍，系統就會自動登記你參與咗呢個4.3慳錢計劃。登記咗之後，由嗰一刻開始計，你嗰日之後嘅所有行程都會記錄喺系統入面。到咗下個月嘅18號，啲錢就會退返入你張卡度。講到呢度，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各區嘅建議慳錢路線，等大家喺2026年4月3號嗰日可以玩得盡興之餘，又真係慳到最盡。如果你係住喺新界西，例如屯門或者元朗嘅朋友，我建議你哋第一站可以先搭九巴嘅長途線，例如你搭960號線或者961號線去灣仔，原價可能要20幾蚊，但你而家只需要2蚊，加埋2026年4月3號嘅特別2折回贈，你實際只係用咗4毫子就由新界出到港島。到咗港島之後，你可以再轉電車，雖然電車本身已經好平，但係喺呢個優惠期內，連電車都計入回贈範圍，真係可以話係全港通行。如果你係住喺觀塘或者將軍澳嘅朋友，我就建議你試下用呢個優惠去一啲平時比較少去嘅地方，例如你可以搭大嶼山巴士去大澳或者昂坪。平時去大嶼山嘅車費其實幾貴，特別係假日。但如果你揀喺2026年4月3號呢個禮拜五出發，你用樂悠卡去到東涌轉巴士，原本10幾20蚊嘅車資，而家回贈完之後幾毫子就搞掂。你可以喺大澳買下鹹魚，食下豆腐花，過一個休閒嘅下晝，然後再搭返車出嚟，全日車費計落都唔使2蚊。除咗交通，我仲想同大家講下關於2026年最新嘅長者福利資訊。好多6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其實仲係好精靈，好多人都仲有做下兼職或者義工。大家要留意，2026年嘅長者生活津貼金額已經跟住通脹調整咗。如果你係65歲或以上，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同入息限額都有所放寬。而家嘅長生津已經唔再分普通或者高額，全部統一咗，金額大約係4000幾蚊一個月。如果你未申請嘅話，記得趁住4月3號去諮詢下。仲有呀，
傷殘津貼同埋綜援嘅特別津貼喺2026年都有新嘅安排，特別係針對需要長期護理嘅人士，政府加碼咗交通補助金，呢啲錢加埋我頭先講嗰個兩折優惠，真係可以減輕好多負擔。講翻啲路線建議，如果係住喺大埔或者北區嘅老友記，我好推薦大家喺4月3號嗰日搭巴士去科學園或者大埔墟一帶行下，你可以搭74出或者271去九龍，又或者喺區內搭小巴。記住啊，綠色小巴雖然都有2蚊優惠，但唔係每一條線都有參與2026年4月3號嘅2折回贈。大家上車前記得睇清楚車頭有冇嗰張紅色嘅43特惠貼紙。如果你見到有張貼紙寫住2026年4月3日適用，咁你就可以放心拍卡。我知好多老友記平時好鍾意去深水埗買嘢，因為嗰度啲嘢夠平。喺4月3號呢一日，深水埗區嘅一啲指定商戶甚至會配合呢個政府活動，推出一啲2蚊驚喜。例如你出示樂悠卡，可以用2蚊買到1斤菜，或者用2蚊換購1份早餐。呢啲優惠係配套推出嘅，目的就係想大家喺2026年呢個春天多啲出街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係60歲以上，或者你係幫緊屋企長者睇緊呢段片，你一定要攞張紙記低2026年4月3號第一件事去拍卡登記。第二件事就係諗好晒要去邊幾區行。對於一班領取緊高齡津貼，即係70歲以上嘅老人家，如果你哋行動唔係咁方便，唔想搭長途車，其實區內都有好多好嘢。例如喺黃大仙區，你可以搭短途小巴去慈雲山食個晏，再去黃大仙廟參拜下。只要你有樂悠卡，呢啲短途程一樣有回贈。雖然金額睇落好細，由2蚊變4毫子，好似只係慳咗1蚊6，但係積少成多。如果你一日搭4、5程，一個月落嚟都夠你去飲多2餐茶。我仲想特別提下關於2026年傷殘津貼領取者嘅福利。好多傷殘人士朋友反映話，雖然有2蚊優惠，但有時有無障礙設施嘅巴士或者地鐵站都要好耐。由2026年4月3號開始，政府會推出一個全新嘅手機應用程式插件，專門俾攞緊傷殘津貼嘅人用。佢會即時話俾你聽邊架巴士係低地台，同埋邊個地鐵站嘅升降機維修緊。最緊要係，只要你透過呢個程式登記，你喺4月3號嗰日嘅所有交通回贈會係自動到賬，唔使好似長者咁要去驛站拍卡。呢個係針對傷殘人士嘅特別優待，大家記得要善用。講到慳錢，除咗交通之外，生活細節都好重要。喺2026年，香港好多超市同藥房都同政府簽咗約，針對領取長生津或者綜援嘅人士提供額外折扣。例如喺逢禮拜三，你攞住樂悠卡去買嘢，除咗原本嘅長者折扣，仲可以享有額外嘅5%回贈。而喺4月3號呢個大日子，呢個回贈會提升到10%，即係話如果你嗰日搭車去買嘢，你車費慳咗，買嘢又平咗，簡直係雙重獲利。好多朋友問我，60歲至64歲呢種後生長者係咪真係同65歲以上一樣待遇？喺2026年，答案係肯定嘅。只要你有樂悠卡，你喺法律同埋福利層面上，大部分交通優惠已經同70歲老人家睇齊。所以唔好覺得自己仲係60幾歲，仲好壯健，就唔去攞呢啲福利。呢啲係政府俾大家嘅社會保障，係你哋辛辛苦苦工作咗幾十年應得嘅回報。我再幫大家整理一下4月3號當日嘅慳錢路線全攻略。廣島區嘅朋友建議早上由柴灣出發，搭8號巴士或者780號去中環，欣賞下維港景色。喺中環拍卡登記之後，轉天星小輪去尖沙咀。天星小輪喺2026年依然係長者最愛。而喺4月3號，小輪甚至會提供免費乘搭俾所有60歲以上人士，連2蚊都唔使俾。去到尖沙咀，你可以行下海濱長廊，再去文化中心睇下有冇免費展覽。九龍區嘅朋友建議由觀塘或者美孚出發，搭地鐵去一啲你平時好少去嘅地方，例如黃大仙或者鑽石山志蓮淨苑。喺呢啲地方環境清幽，適合老友記散步。記得喺地鐵站出口扣返嗰部綠色機器拍一拍，確認你嘅2折資格。新界區嘅朋友，如果你住喺上水、粉嶺或者沙田，你可以試下搭一啲去郊外嘅路線，例如去西貢。平時去西貢嘅小巴車費都幾貴，但4月3號嗰日，你用樂悠卡搭92號巴士或者小巴，回贈返嚟之後，真係平到你唔信。去到西貢食碗豆腐花，吹下海風，呢啲生活先至係享受。另外，我要提醒一下，領取綜援入面傷殘類別嘅老友記，你哋嘅福利同普通長生津有少少唔同。2026年政府加強咗對社區生活補助金嘅發放。如果你喺4月3號嗰日
去指定嘅社福機構中心，佢哋仲會派發一啲價值50蚊嘅超市禮券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呢個係配合2蚊2折活動一齊搞嘅，大家一定要早啲起身去排隊。喺呢度我都要講返少少嚴肅嘅嘢，雖然優惠好多，但係大家千萬唔好將自己張樂悠卡借俾人。2026年政府對非法使用長者優惠卡揸得好嚴，罰款已經增加到幾千蚊。大家記得呢份優惠係屬於你嘅，係對你呢份年紀嘅一份尊重，所以一定要自己用返。去到2026年4月3號，如果你喺使用呢啲優惠嘅時候遇到任何問題，例如拍卡唔成功，或者唔知邊度有慳錢驛站，你可以隨時嗰啲着住綠色背心嘅長者大使，佢哋會喺各大交通樞紐站崗，專門幫大家解決問題。呢班大使好多都係由5、60歲嘅義工組成，大家溝通起嚟都會親切啲。除咗交通，其實2026年嘅醫療券都有新變動。如果你係65歲以上，你嘅醫療券金額而家可以喺大灣區指定嘅醫院用。雖然今日講緊嘅係4月3號香港區嘅交通消息，但係如果你打算利用呢個2折優惠搭車去口岸過關去深圳行下，你都要記得帶埋醫療券，因為喺深港合作之下，你喺深圳睇牙或者做身體檢查都可以用到香港嘅福利。對於住喺離島嘅老友記，例如長洲、坪洲或者大嶼山，2026年4月3號嘅船費優惠係最震撼嘅。原本往返中環同離島嘅快船車費好貴，雖然長者有2蚊，但係政府喺呢一日會實施全額免除，即係話你喺4月3號嗰日搭船出入離島係完全免費嘅，連2蚊都唔使俾。呢個係為咗鼓勵離島長者多啲出市區見下孫仔、孫女，或者去醫院覆診。講到覆診，如果各位老友記喺4月3號嗰日剛好要去醫管局旗下嘅醫院睇醫生，你記得喺醫院嘅大堂行返嗰部福利通機器，你拍一拍卡，系統唔單止會幫你登記交通回贈，仲會送你一張2026年版本嘅健康小貼士，入面有齊全港各區長者健康中心的聯絡電話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心裏話。2026年嘅香港，雖然生活節奏依然好快，但係對於我哋呢班60歲、70歲甚至80歲以上嘅老友記，政府同社會各界其實都投放咗好多資源，希望大家可以生活得開心啲、精明啲。由2026年4月3號開始，呢個2蚊2折重要消息只係一個開始。未來呢一年，我相信仲會有更多慳錢、更多利民嘅措施推出。如果你今日聽完我講呢啲資訊，覺得有用嘅話，記得一定要話俾你嘅老友記知。可能你身邊有啲鄰居，佢哋唔係成日睇電視或者上網，未必知4月3號有咁大件事。你話俾佢哋知點樣去拍卡，點樣去對慳錢路線，呢樣已經係一件好大嘅善事。我哋香港人最緊要係守望相助，特別係我哋呢一輩。記住啦，2026年4月3號2蚊加2折，全港通行。無論你係住喺邊一區，無論你係領取緊邊一種津貼，只要你係60歲以上嘅香港居民，呢個優惠就係屬於你嘅。大家準備好未？嗰日記得帶定把遮，帶支水，約埋3、5知己，利用呢個咁好嘅機會，去一啲你平時想去，但係又覺得車費貴嘅地方，好好享受一下。2026年嘅春天係屬於我哋呢班識得慳錢、識得生活嘅老友記嘅。如果你對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、傷殘津貼或者綜援仲有任何疑問，或者你想知更多關於2026年4月3號當日各區慳錢驛站嘅具體位置，你可以去返各區嘅民政事務處查詢。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咁重要嘅消息。我祝大家喺4月3號嗰日搭車順利，玩得開心，慳得精明。我想再補充一啲細節，關於嗰個2折回贈嘅計算方法，有好多老友記可能會擔心，如果我嗰日搭好多程車，個系統會唔會亂？其實2026年嘅系統已經好先進。你每次拍卡，樂悠卡入面嘅晶片都會記錄抵嗰程車嘅原價，同埋你實際俾咗嘅2蚊。4月3號嗰日，後台系統會將所有2蚊嘅交易抽出來，然後將嗰2蚊嘅8成，即係1蚊6毫計入回贈戶口，所以你唔使擔心佢會計錯數。如果你嗰日搭咗10程車，你本來要俾20蚊，最後回贈返16蚊俾你，你全日車費只係4蚊。真係仲平過食串魚蛋。仲有呀，如果你係住喺偏遠村落嘅朋友，平時要搭村巴或者一啲私人營辦嘅小巴，2026年4月3號嘅優惠亦都涵蓋咗大部分已經加入2蚊計劃嘅村巴線。大家上車前可以問下司機，大哥今日係咪有2折回贈呀？大多數司機都會好樂意回答你。講到尾，呢個政策其實係想大家多啲走入社區，唔好成日留喺屋企。2026年
我哋要有新嘅生活態度。如果你係60歲以上，你可以去參加下啲長者中心搞嘅興趣班。4月3號嗰日，好多中心都會搞開放日，配合埋交通優惠，大家可以去學下寫書法，學下電腦，甚至學下點樣用人工智能同屋企人溝通。對於一班同我一樣係 YouTuber 或者中意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嘅朋友，你哋喺4月3號嗰日亦都可以拍片記錄下你點樣用呢個2折優惠玩轉香港。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下邊條路線最抵，邊度嘅慳錢驛站最少人排隊。2026年嘅香港就係需要呢種正能量同埋互助精神。我想再次強調，呢個消息係真實，而且經過2026年最新政策核實嘅，大家唔使擔心係假消息。只要你係攞住樂悠卡，或者符合我頭先講嗰啲津貼資格，你就可以享有呢個4月3號嘅大禮。好啦，我講咗咁耐，相信大家對2026年4月3號嘅安排已經心領神會。由2蚊2折到各區路線，由長生津到綜援福利，我已經將我知道嘅最精華內容分享晒俾大家。記得4月3號我哋喺街上見，大家加油，一齊做個精明嘅香港長者，活出精彩嘅2026年。如果你仲想聽更多關於長者福利嘅實測，或者係各區隱藏版嘅慳錢景點，我可以再為你準備更多詳細嘅內容。